以下有4條數學公式，我哋嘗試將佢轉做 C 嘅寫法，咁但係千祈唔好將佢乘開佢。好啦，第一個就係負 A 嘅10次方，咁所以用個 POW 啦，負 A 然後10啦，擺翻喺 A 嗰度。咁下一個就開方1減 sin square x， 咁所以我先做裏面先啦。咁 sin x 呢要加括號嘅，咁又要 square 嘅話呢，用個 power 啦，power 2，咁就2次方嚟噶啦。咁最後就1減啦，然後再 take 個 square root， 咁個答案放喺個 B 度嘅。咁第三個就 A 加 B 除 A 減 B， 咁留意翻先乘除後加減啦。咁所以如果唔加括號嘅話呢，咁個答案就變咗 A， 然後加個 B 除 A， 就唔係 A 加 B 除 A 減 B 啦，只係 B 除 A 嘅啫。咁所以要加翻括號落去先啱嘅。記住分子分母都要括住。咁最後一題呢，就1減呢堆好複雜嘅數啦，咁啊先做裏面先嘅。A 乘 A 就 A square 啦，再加個 square root of B 啦，咁最後將佢 take 個 square，take 個 square 佢可以用個 POW 嘅，加個2俾佢，咁啊2次方啦。咁最後就1減啦，答案放喺個 D 度。咁記住每一句後邊加翻個分號完結咗佢啦。咁另外喺前邊左手邊呢，就一定有一個變數呢，去記低嗰個答案個結果嘅。咁所以呢個左手邊 A 等於乜呢？咁呢個 B 等於呢個 C 等於呢個 D 等於。咁我用咗4個變數去記低呢4個不同嘅結果。